因此，我保罗为恁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救的替恁祈祷，量比恁捌听见上帝赐恩予我，将关切恁的这份托付我，用启示予我知影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历历写过。恁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伫以前的世代无有叫人知影，像如今照着圣灵启示伊的圣使徒甲先知同款。这奥秘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内照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允。我做了这个福音的职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伊运行的大能赐予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上细，搁较细，然而伊也赐予我这个恩典，叫我甲基督迄切袂透的丰富传予外邦人，搁互众人拢明白这历代以来稳总伫创造万物之上帝内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照着教会，互天顶即种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对万世以前伫咱主基督耶稣内所定的旨意。咱因信耶稣，就伫伊内面放胆无惧，笃信无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恁，毋通因为我为恁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恁的荣耀。因此，我伫爸面前屈骹头有，天顶地上的国家拢为伊得名，求伊按照伊丰盛的荣耀，照着伊的灵，叫恁心内力量刚强起来，互基督因恁的信住伫恁心内，叫恁的爱心有根有基，会以甲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影这爱是过得人所会测度的，并叫上帝一切所充满了恁。上帝照着运行伫咱心内的大力，充充足足，得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但愿伊伫教会中，并伫基督耶稣内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